后来针对着白牌车的司机感染着武汉肺炎死亡的这件代志，网络顶有报道来指控中华卫生局甲遗体交予无牌的殡葬业者来处理，而且作业的时阵全程拢无穿防护衣，嘛无伫个24点钟来火化，可能会将做防疫的漏沟。卫生局出面来澄清，讲所有的处理拢符合程序，遗体伫3点钟内就处理了，毛套2层的袋啊来降低感染的风险，火化嘛有穿防护衣。针对传播这不实报道的民众，警方嘛已经掌握到资料，依照传染病防治法，上当会当罚300万。白牌车司机感染武汉肺炎死亡，遗体紧急就送到殡仪馆。不过网络出现一篇报道甲相片，指控处理礼仪的殡葬业者无照规定伫24小时内火化，决定只穿护满、挂手套、喙掩，无穿防护衣，可能会真做防疫的漏棚。殡葬业者甚至是无牌的土工啊进来然后他们有做这种防护的动作，但是用全防护衣的啊。我们没有，我们全长没有被告知，他们只讲说是开放性肺炎。对。殡仪馆强调24小时内爱就管火化是错误信息。根据殡仪馆监视器的画面，火化的时阵3名工作人员拢有穿防护衣前往火葬场。入馆的时阵嘛按照规定3点钟来完成，有套2张地啊。火葬场工作人员穿护满、甲喙掩、手套，无直接接触到尸体，并无违反规定。网络现在传的很多场所都只是轿车的场所，都只是轿车的场所，并不危险的是坐车的那个人。卫生局反驳报道是假信息，警方嘛掌握资料，针对散布无实报道的民众，相当扣罚300万。这是台湾连续增加4名确诊的案例，又搁出现着死亡个案，即卖又搁传出无实的报道，互民众又搁开始紧张起来。